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Lab Channel 精選賽馬頻道精挑細選嘅環節啦。咁啊，又係非常之忙碌嘅情況之下，又係開咗跑先出到片俾大家。咁啊，但係未跑嘅，如果大家睇到就可能都可以有啲斬獲。咁啊，喺呢個穩健嘅場次第一 part 度咧，介紹第5場嘅賽事啊。咁啊，第5場馬唔多嘅3班1000米，因為實在真係大冧把嗰堆馬咧，實在真係比較個狀態都係比較曳少少啊。咁啊，要揀頭馬或者揀 Q 三紅彩都好啦，我相信都係1至5入邊揀嘅。咁啊，最多掕埋係8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計翻人呢個人腳啊，或者跑到而家4月嘅時間啦，好多馬體力上面已經用得七七八八啦。咁啊，其中比較明顯嗰啲啊，譬如連幸運啊，近嗰2場有啲回落啊，咁都係明顯見到1號嘅仁和街亦都係跑多咗等等啦。咁啊，我覺得呢場馬咧要揀嘅一隊都係一條翻版 Q， 年少多好同埋顏色之王。咁但係顏色之王因為上一次贏咗馬加咗5分，咁就加2磅。咁啊，今次會唔會叫做俾年少多好反先呢？機會係高嘅，因為一來就今日條 A 欄嘅賽事，因為我都係開咗跑先錄音，好明顯係大利前置。咁而呢場馬能夠冇話呢場馬啦，喺香港能夠喺頭嗰200米個前速度快過年少多好嘅馬並冇多幾隻嘅，所以呢場馬呢，我自己覺得年少多好喺前邊應該機會能夠一放而返翻嚟機會都係相當大。咁啊2-4一隊執咗先啦，第3選執就冷冷地嘅，原本我都喺仁和街同埋連幸運入邊揀嘅，但係咧要翻隻5號馬嘅領航君子呢隻馬咧，連續幾個集都試得好好，咁但係弊在今日排咗個10檔啦，咁睇下佢點走啦。咁10檔如果你話前邊帶得散咧，年少多好咧，加埋嗰啲亦都有一定嘅前速嘅好多利高啊等等嗰啲馬咧，如果將個馬群帶得散嘅話咧，其實佢 cut 埋嚟未必好蝕嘅啊，因為1000米咧就唔同1200啊，谷草1000米有一條直路去攞位，咁呢個10檔咧就相對上可能就未有想像中咁蝕張，所以呢場馬連人位置叫245推介俾大家。咁當然有機會開2-4要輸嘅，如果真係大家要買得仔細啲啊，可以2-4買 Q。又或者係5拖2-4馬位自己買散啲咯，或者拆散佢嚟買。我成日都話拆散佢嚟買就解決到個問題㗎啦。啊，點樣拆散嚟買？你一部分嘅注碼買大啲，部分注碼買細啲咪得咯，就解決到個問題。咁但係總括嚟講就圍繞住245嘅鐵角去諗啦嚇。咁啊嘅介紹俾大家，咁啊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喺開跑前。好，咁啊今日時間到呢度為止。咁啊喺嚟緊星期4、5，希望能夠可以喺 studio 見翻個樣，錄翻音俾大家。過兩日見，拜拜。